在困惑中，仍得能看見能力和希望花。快樂的源頭是認識它獨一無二的愛住成為動力，主動探索，燃點你內心的火流。關係內心，想為你自己找到屬於你的快樂，得以昂首高過四面受敵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，我仍要承用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，瞻仰他的榮美，在他的殿裡候問，求你垂聽。我曾求耶和華，我仍尋求，曾是一生